这一片你看到这个黄黄枯萎掉的，这个就是黄豆，有机黄豆。在苗栗西湖承租8公顷农地，张志杰当有机农夫不过就5年光景。原本他是个台商主管，年薪100万。进口那么多的机改的黄豆，为什么我们自己可以种有机的黄豆？为什么我们自己不种？我们有机不能用农药，不能用除草剂，不能用化学肥料，所以我们全部是等它自然枯萎之后落叶，我们才来采收。2013年12月，阴雨天数创纪录，好不容易放晴了，收割机上场，却是收的效果不是很好啦。其实它有收到东西，只是效果不是很好。可是你看，它都压掉了啊。机器采收宣告失败，因为稻米收割机不适用于黄豆。张志杰在田里1期种稻米，2期种有机黄豆，水旱轮作达到生物防治的功效。挑战却不只是看天吃饭。一路行来一辛苦，一路走来很辛苦，对，有多么个困难？遇到什么挫折？就是机械的问题吧，采收机械，还有后面采收下来之后储存。面对的功课还很多，有机农业不光是找到干净的水源、干净的地就能实现。张志杰花光积蓄，抵押祖产，全投入在田里。有机的进口黄豆大概100块上下，如果100块的话，我们卖一定是亏钱的。很多人一直跟我们接触，就是说你什么时候可以采收？我们会想要做出一些安全的东西出来，因为我觉得很多人需要。从一个人努力到号召全客家村陆续完成了20公顷农地的有机认证，张志杰放弃了100万年薪，灯红酒绿，心里却更有富足感。一路行來已辛苦，度度乜嘅困難；一路行來已辛苦，度度乜嘅困難。